你今年访问的是国民党提名嘅中华严重长线眼林聪妹参选人，您好。你好，欢迎你。彰化其实整个彰化县的客家人口可能不到1成，但是有几个乡镇，譬如说永靖啊、田尾啊，这几个乡镇里面，其实在地的乡镇公所他们的调查是说，可能有7成以上都是。大部分可能是饶平客，就是福老化的饶平客。是。您对客家文化的延续这部分，您的想法是什么？您觉得要怎么做？好，我想我们在彰化过去对客家文化就有一些认知。你比如说，我们有一个这个猫罗溪文化，其实这个就是客家系统，我们请他们去成立一个文化，每年随着全国客家日，还有这个童话季，还有12庄的这个文化季在推广表演、唱山歌啦，做拼布啦，还有印花啦，还有做柜啦，这些呢都是道地的客家文化。要怎么样来让它呢？这个是历史价值，能够呢继续传承。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以后县府来公所也好，客家族群的这个语言的障碍，我们要去好好来推广一下，让更多人都能够。现在地球村，所以几乎都要了解到。你看现在我们的大众捷运都也在播放客语所以我们希望。让这些客家文化，都能够更加的印象深远。那其他您的政见，你在彰化，您觉得说，你有什么很新的一些想法，想要在彰化实行？我想彰化是一个传统，过去第一个突破100万县，现在人口数一直外移，5都加一个桃园，我们是排第7。那彰化现在还是有100万吗？130万，还是有对，就是6都以外唯一。对，唯一100万以上就要彰化。彰化呢，我说实在，我在这里土生土长，我的所思所想，我就是要希望彰化能够把这块土地照顾好，让企业能够提升，而且让我们的子弟都能够有工作。最重要一个目的就是说，因为过去就是彰化是半县，从清朝时代到现在，很多的都市计划没有做，影响都市发展，很多整个没有去执行，所以造成这样子，在整个企业界要找土地不好找，而且任意的。这样子违规也不好，所以我们尽量政府把它规划好，让它能够有企业可以来整合，带动整个产学合作，让下一代能够在彰化不要外流，而且他有创业，有工作，那就敢结婚，敢结婚就敢生孩子。不然我们以前155万，现在剩下不到130万，那个人口数下降太，那产业您的想象是主要要引进什么样的产业？还是工业为主吗？不是，我们引进的是这样子。当然，引进不是我们自己在想，你要让人家的诱因。第一个，你的整个在地文化是不是适合？土地的它的取得。法规、环保、劳工，还有它的整个电水什么样这些配套，是投资者的考虑，不是我们想要招商就可以招商，但是我们是优先以尽量，就是低污染。你说企业完全没有污染是骗人的。对，可是现在土地取得这个第一要件就还蛮困难了，对不对？对可是我们也是希望地尽其用的，有的地方不适合种植的，你再种植也没有用不合成本效益，对不对？我们尽量把那些特定农业区保护好，
不要再污染。除了您刚刚提到的主要政见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选举这件事情。就是其实之前本来是说彰化县啊比较可能泛蓝分裂啊、泛绿分裂这样子，在地其实会有一些声音是说，泛绿其实是表面上的分裂，但内部其实没有，因为台联是支持民进党，但是泛蓝这边是表面上是团结的，但私底下其实是有很多力量的合纵连横。那您这边您这样子跑下来，就是您觉得您的胜算还是很大吗？其实说实在哈，我参与民主政治有3届的议员，3届的立委，我自己很清楚，政治是一步一脚印，所以凡事啊，你走过，你会有所很好的反应，老百姓记得你。我从过去到现在，我选过彰化县的这个全县的立法委，甚至有我选区域的然后我一直没有中断过，所以彰化县26乡镇590村里，我几乎走透透。我有服务过，我有建设过，我有跟他握过手，所以在这个广义上来讲，其实初选就是一个例子嘛。初选我也是很正常的接受大家的考验，但是选民还是给我机会就这样以落实、务实、创新、繁荣彰化，这是我的主题。所以我这个人跟我个性都一样，我对任何人都是绝对诚信原则。